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配對，台語安尼寫配對，人甲人之間禮尚往來、交際應酬，台語講配對。無論是婚喪喜慶、請客送禮，也或是平常時啊的人際互動，攏會當用配對來形容。人佇咧社會上走跳，總是愛甲人配對，這是人情世事，唔通攏無來無去。做生意的人不是愛甲客戶配對，才會當維持好關係。伊真後做公關，真會曉甲人配對，所以朋友真多，人緣真好。朋友、親情、同事之間的好歹事，我攏咧配對。要甲人配對做朋友是真好，也毋過俗語講，無迄個尻川，毋通食迄個下藥，就愛責力。無哦，會親像另外一句俗語所講的，人情世事陪到到，無頂閣無走。這個陪就是配對。為着民主問題，各種的交際應酬、人情世事，逐項攏要甲人對甲着，恐驚到時陣愛吊頂。今仔日的台語字配對實在真趣味。